大家好啊，我係金寶慧神父。大家有聽過基督青年行 CYA 係咪？我咧就係其中佢哋一個嘅神師啦。大家都知咧，就參加咗呢一個嘅籌款活動啦，有挑戰嘅喎嚇。佢有個挑戰嘅編號就係2號00002。咁我挑戰做咩咧？就係做 icon。咁我最少咧就要做10個 icon 嚇。不過咧就係除咗我自己之外咧，都歡迎咧啲青年人咧。成年人都得㗎嚇，嚟到咧同我一齊咧去學整啦，啲木工嚟嘅啫，唔係真係嗰啲寫 icon 嗰種嚇。我哋做嘅地點咧就係時間咧就係3月21號喺錦田嘅聖猶達彌撒中心，好靚嘅聖堂啊，同大家一齊做 icon 啦，有個 icon 工作坊，上晝10點到4點。咁啊呢段時間任何時間嚟都得，總之咧呢段時間我就會喺度。咁啊你中意嚟坐下做下嘢傾下偈，真係喺工作當中咧都去為青年人祈禱啦。咁咧又可以學做 icon，又可以做祈禱，又可以做籌款，非常之好，歡迎大家嚟參加。